同款是咧高雄有一间无牌旅馆，已经连续互市府罚70万啊，而且佫下令关门，煞佫继续咧经营。即马市府甲断水断电，不受到讲这业者事后佫打出公告，讲是因为机房出问题，才暂时无收人客。应采取罚款并勒令歇业后，仍然继续营业。来到这间旅馆正入口的门口，带队指挥官宣读完法令开始动作，有人把水表破坏，也有人互电力中断。因为这间旅馆无照营业，陆续互人罚70万唔够，佫继续招人客，互市政府无法度吞论。相关的裁罚40万元，那而后发现他没有依照规定来进行歇业，所以再处以30万的这个代金。那发现该旅馆还是一直不听相关的劝导跟要求，持续有营业的事实。高雄市观光局是讲，去年全市无照的业者116间，违规的业者有50间，累计罚1800多万。这间正旅馆是全市第2间，互人强制断水电的非法旅馆。下晡重新登来现场，人已经搬走啊。不过业者是公告，是机电房出问题，爱检修，才暂时停业。我叫主管你联络好不好？看业者的联络电话，1个前也无回应。较早原有旅馆因为出名乐团来高雄演唱，故意订关机。因为农历春节甲黄色阿米亚到位，会吸引真侪观光客来高雄。市政府要会动消保官联合稽查，若做有违规，一定要处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